我在末世煮飯食星號梅香破曉，颱風山竹燈錄那夜，我正守着煤氣做倒數計時。沙鍋裏飄出的梅菜醇香與窗外絲毫混成奇異交響，砧板上切到一半的五花肉還泛着冰舉最後一道冷氣。知啦，熱油濺上防彈玻璃的瞬間，走廊傳來指甲爪撓聲。我握緊改裝過的電飯煲內膽，這是用紅磡體育館廢墟裏的鈦合金重鑄的。整棟唐樓只剩我這戶亮着幽藍火光。天台雨水收集器的軟管在牆上爬行如青蛇，每隔3小時會的下維持造火的水珠。第287天，牆上的掛曆畫滿梅菜圖案，最後那個用絲血描過邊。忽然整棟樓震顫起來，我迅速將砂鍋菜進電磁屏障罩，又是那群變異的拾荒者在撞擊承重牆。他們腐爛的鼻腔仍能追蹤食物香氣。上週我才用發霉的蝦醬引開過一波。由溫升至180度時，我戴上夜視鏡，防煙罩的縫隙裏，看見對面大廈遊蕩着穿高定西裝的 CEO 僵屍。他頸動脈插着半截香檳瓶，手裏還攢着破碎的平板電腦。這場景讓我想起疫情前在銀行加班叫外賣的日子，那時梅菜扣肉飯總泡着金融報表的油墨味。阿媽說梅菜要油進月光，我對着空氣呢喃，將浸泡好的菜乾攤在太陽能板上。末世的月光帶着輻射塵，反倒醃出奇異的琥珀色。當僵屍潮暫時退去，我把天台種植箱裏最後2棵芥藍摘了。葉片背面趴着變異的蚜蟲，像會跳探戈的翡翠紐扣。砂鍋第7次沸騰時，樓下傳來粵曲聲。我從窺視孔望見住13樓的陳師奶，她腦後半凝固的血漿黏着水鑽麥克風，正用腐爛的聲帶唱帝女花。這老頑固生前總投訴我做飯太香，如今變成喪屍還在樓梯間徘徊。肉香突破屏障的剎那，整條廣東道沸騰了。我按下改裝洗衣機按鈕，頂樓垂落的鐵網驟然通電，27個空罐頭奏響死亡金屬樂章。趁着喪屍群被噪音吸引，我把滾燙的砂鍋綁上無人機，這是用旺角電腦城廢墟零件組裝的，導航屏貼着彌敦道路線圖。去啊！機翼掠過陳師奶的豬片旗袍，砂鍋在100米高空自動解體，梅菜如雨灑向維多利亞港。海面漂浮的絲群仰頭思考，腐肉竹須與浪花糾纏成詭異漩渦。我趁機將最後一口飯菜進嘴裏，舌尖嘗到母親臨終那年的中秋味。忽然，對街殘破的7到11霓虹燈閃爍起來。我調整望遠鏡焦距，看見冷藏櫃後有火光搖曳，那分明是有人用同款砂鍋在燉煮。當喪屍朝向那邊衝去，我取下浴室改裝的天文望遠鏡，鏡筒裏竟影出個係防毒面具的少女，正朝我比劃客家醃菜的手勢。砂鍋如溫灼燙着掌心，我摸向珍藏的梅菜種子罐。玻璃表面倒映着維港紫紅色的天幕，有白鷺掠過中銀大廈鏽蝕的尖頂。它們爪間找着發光物體，細看竟是輻射海域變異的磷蝦，在烏雲裏拖曳出銀河似的軌跡。今夜我要在絲毫中釀新一壇梅菜。天台種植箱的裂縫裏，去年墜毀的直升機零件已長出抗輻射菌絲。或許能替代消失的粗鹽。當少女的無人機降落在防盜網外，我看見她艙裏閃着微光的塗甕，那釉色分明是元朗屏山老窯的工藝。砂鍋再次沸騰時，我們隔着廣東道用激光筆打摩斯密碼。他發來的首個信號帶着客家鄉音的溫度，明日開壇，共烹。陳師奶的喪屍忽然停止嚎叫。他雙金牙的嘴裏掉落半塊蓮蓉月餅，滾到我們前時，露出內餡青綠的抗輻射種子。